第16章，耶稣阁对学生讲，有一个财主会管家，别人向伊主人告伊，浪费主人的钱财。主人叫伊来，对伊讲：我听见你这个事怎样呢？将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为你袂话搁做我的管家。迄个管家的心来讲，主人死我，用我搁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骨地呢？无力；讨饭呢？惊见笑。我知影怎样行，通互人伫我无做管家的了后，指我到因家来去，对安尼将欠伊主人的债，一个一个会叫来，问头一个讲：你欠我主人偌济？伊讲100箩的油。管家讲：摕你的钞，紧坐落写50。搁问一个讲：你欠偌济？伊讲100只的麦。管家讲：摕你的钞，写80。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的囝伫世事的顶面比较光明的囝搁较聪明。我搁甲恁讲，着借着迄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钱财无用的时阵，因通指恁到永存帐幕的内面去。人伫第一岁的事上忠心，伫大事的顶面也忠心；伫第一岁的事上不义，伫大事的顶面也不义。设使若恁伫不义钱财的顶面无忠心，一嘴搁将迄个真实的钱财托付恁呢？设使若恁伫别人的物件顶面无忠心，一嘴要将恁家己的物件互恁呢？一个萝卜袂话服侍2个主人，毋是怨这个疼迄个，就是看重这个看轻迄个。恁袂话搁服侍上帝，搁服侍马门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，因听见这一切的话，就踢笑耶稣。耶稣对因讲：恁是伫人的面前自称做义，恁的心上帝却知影，因为人所尊贵的是上帝看做通怨恨的。律法甲先知到约翰为止，对安尼上帝国的福音传开了，人人出力要入去，天地要回去，比较律法的一点一位落空更较容易。若离妇人人另外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；娶受离的妇人人也是犯奸淫。有一个财主穿紫色袍甲幼满布的衫，日日奢华宴乐。搁有一个乞食，名叫纳撒路，规身生疮，互人下伫财主的门口，要得到财主桌顶加留落来的蓝山充饥，并且狗来治伊的疮。后来迄个讨饭的死了，互天使带去，下伫亚伯拉罕的怀内。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。伊伫阴间受痛苦，夜目远远看见亚伯拉罕，搁看见纳撒路伫伊的怀内，就发讲：我的祖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！请纳撒路来，用枕头尖运淡薄水，凉我的指头，因为我伫这个火焰内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讲：我的囝，
你应该回想你生前享福，孽撒罗受苦，等伊伫遮得到安慰。你反倒受痛苦，毋但安尼，并且伫你我的中间有深渊限定，直到人要对遮嫁去到你遐是袂话，要对迄边嫁到我这边也是袂话。财主讲：我的主啊，既然是安尼，求你找孽撒罗到我的爸的家去，因为我也有5个兄弟，伊通对因做见证，免得因也来到这个痛苦的所在。亚伯拉罕讲，因有摩西甲先知的话通听叹。伊讲，我会做亚伯拉罕啊，毋是，若有一个对死来搁活到因迄位，因的确要悔改。亚伯拉罕讲，若毋听叹摩西甲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对死来搁活，因也是毋听劝。